早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初2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新增加5个境外262个本土病例，校正回归补填65例，阁有13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校正回归的数量已经愈来愈少，未来可能就无要公布啊。那病例数即马持续咧降，陈时中嘛讲，这是正人拍拼出来的成果，也毋过咱嘛袂使放定。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拜二初一，阁新增加262例本土病例，校正回归65例，拢总327例本土的个案内底，以新北市166例上济，过来是台北市87例，桃园市23例，彰化县12例，台中市10例，基隆市8例，宜兰县有5例，嘉义县有4例，花莲、台东拢3例，苗栗县2例，台南、平湖、高雄、甲新竹县拢是1例。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校正回归案件的数量已经真少，未来考虑袂阁公布。另外，目前RT-TAT也就是病毒伫一定的时间内底，会当危害别人的能力已经降低，不过防疫也是袂当放零。RT 值在往下降，变小，那是过去14天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那不代表现在可以放松，不代表现在放松。那未来的话，还靠我们现在持续的一个努力。 另外嘛，新增加13个死亡的个案，是10个男性甲3个女性，其中12个有慢性病的病史。较特别的是，暗号6932是一个60多岁的男性，有糖尿病的病史。5月24肚水死亡了后，检警采检送验才确诊。检警都会去探查了哈，那他们通常都会先根据他们如果有怀疑就可以采检，那采了就会送我们这边验了之后就会有结果。 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今年4月21号确诊的个案，拢总有7341例。目前国内动静使用呼吸器的患者有24个，其中60岁以上的侪岁人，动静的比率是甲30%，和高龄动静的比例佫一再增加。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文化大学传出查甫宿舍大轮馆有4个查甫学生确诊，学校即马是烦恼大家公家用身份资金会互相烧话，成做防疫空芳。台北市政府嘛赶紧要伫今仔日成立快筛站，今日就会去文化大学替留伫宿舍的345个学生做快筛，避免疫情扩大。每一间宿舍内娃娃拢详细消毒。文化大学查甫宿舍大轮馆已经有4位学生确诊，因为抑阁伫咧学期中，抑阁有345位学生留伫咧宿舍。学校赶紧向台北市政府请求援助。初一下昼，由台北市联合院副总院长柯家珍带队来场勘。跟市府的团队、联谊的团队，我们就在勘场，就是在规划动线，还有我们的一个进出的管制。 那同时，现在主要的重点就是在造册。学校讲，市政府成立的问题紧急应变快筛小组，今日会以前情指挥所的形式，伫咧校内设体检站，为住伫咧大轮馆宿舍的同学做体检。若体检结果是阳性，会安排带入去防疫场所接受照顾。一早大概8点半，就会开始进行相关的作业。 那同时除了学校这边是主要的一个检测站之外呢，那也会分流一些同学，那会用防疫公车由市府来送他到下面可能到医院的快筛中心做同步的进行。那因为我们需要在1天之内把所有的同学在这个宿舍的一个状况能够都普筛完成。因为宿舍内面的疫情是公家型，环境较湿。 洗身躯阁无可能挂水烟，病毒有可能是自洗身躯间开始传。校长徐行庆也发校内公告，学校已经进行大范围的消毒，行政人员上班的时阵也尽量离较远离，并且希望师生大家彻底做好个人的防疫，最近度过疫情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要控制疫情，定着要靠预防针。民间团体甲企业即马拢有出来讲要斗相共。 国际护工会就表示讲，今仔日因着甲美国的药厂参详。另外，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嘛透过英灵基金会，伫昨昏向卫福部提出申请。因应民间的需求，行政院长苏贞昌裁示要设立专职单位，专力来支持民间单位买疫苗。国际护工会嘛证实，已经甲指挥中心参详后手合作的代志。即嘛有政府伫咧斗相天，会伫咧拜三甲药商做初步的讨论。
等到美国时间的这个礼拜2，台湾的时间要礼拜3呢，才会有初步的结果。跟他们沟通很久了，那应该是没有问题。那数量也确定在20到50万剂。国际复工会讲，目前还搁伫含指挥中心讨论，强调讲只要疫苗会当顺利送到台湾，并无坚持一定要爱国际复工会代表签约。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一定要看到原厂授权的文件，才会开始讲采购的代志。也若疫苗的分配，伊头一届讲会考虑分配一定比例的疫苗，互关疫苗的民间团体。你不是说只有你买的，然后你就自己用，你根据国家在防疫的需要来做分配。个别的购买，如果留下一部分要留作自用，那合理的比例，那我们可以考虑。另外，郭台铭办公室表示，疫苗采购的进度已经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完成8项文件的内容。拜日中昼12点，已经把相关的文件交予卫福部小署，会开始进行审查。也若询问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嘛讲要捐1000筒的疫苗。不过，指挥中心回应讲，目前敢若收到委托函的影印本，并无收到正式的文件。他检具了一个北京两岸东方文化中心的一个委托函，就这样子。这波疫情，科学园区嘛有几间公司的员工确诊，科学园区产业农业工会嘛加入要采购疫苗，而且提出申请要买60万筒的疫苗。我们非常多的厂商提出，希望工会出面跟政府申请自购疫苗，来协助政府在疫苗不足的情况之下呢，来建构这个防疫网。申请买疫苗的团体愈来愈多，前卫生署食药局长孔教授表示，过去都捌有企业买疫苗捐予政府的记录。虽然讲话事件疫苗需要紧急授权，不过非常时期，民间哪当买到疫苗，政府应该全力来支持，负责把关。政府最重要的其实它就是把关就好了，就是说你进来的东西，我要一定要看到原厂证明，只要你把这个把关好，你就不怕会有假货。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已经收到4间民间社团来申请，也若愿意公开，敢若有国际复工会甲应领基金会，强调这接的单位成立了后，依法也是爱委托药商来申请，而且负责任的计划书、甲药品的说明书等等8项资料，每手由是药署召开专家会议，审查通过紧急使用授权了后，再搁由指挥中心统一来调度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国内本土疫情较食力的所在是伫双北市。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87个本土病例。市长郭文铁是表示，万界疫情即马看起来应该有压落来啊，也毋过也是伫危险的边界。刷落来，台北市要推出快筛车，驶去疫情较食力的所在，替民众做快筛。郭文铁即马嘛宣布讲，长照中心、长照机构照顾老大人，佫是群组感染的高风险族群，所以要针对内底的工作人员大清楚预防下。台北市确诊的人数持续增加，一礼拜拢总有744个人确诊。市长高文德讲，万界疫情有大大控制落来，不过伫首都生活圈开始摊开，而且讲疫情也是真危险。另外，台北市4例的确诊者有367个人，即马传出好消息，警方已经全部找到啊。很多来做筛检的人，你知道吗？他可能留下来电话号码是真的，可是他留下来住址是故意有点造假，这百分比还不低，你知道吗？这表示说。这个疾病在一个程度上是被污名化，你知道吗？在后疫情时代，郭文德看日本东京过去发布紧急事态，思考台北市后一步爱安怎做。市府除了推动台北通，嘛推出科技防疫3个方案，整合中央实联制简讯，方便点头来查核。当然，纾困的申请嘛当用 App 来操作。疫情数据的仪表板是透过时间甲空间的分布来了解疫情传播的管道，掌握风险区域了后，出动机动的快筛队来调查感染源。那搭配现在22个快筛点的阳性率的变化，我们会找出新的群聚点，用我们现在新成立的机动的快筛检队呢，去扑灭这样的一个新形成的在各种社区小型的一个可能的这个传染源。外界质疑台北市做疫苗的速度比高雄还佫较慢。台北市府讲，台北市国营病院有真侪专责病房，收治大量的重症患者，医护人员烦恼疫苗的副作用，嘛都要分配来做。进前信义区长照机构爆出群组感染，区大成表示，目前已经有7个平均年岁82岁的居民过身。为着阻挡长照机构正做防疫的工棚，郭文德宣布会修正注疫苗的顺序，甲安用甲长照机构的工作人员注疫苗的顺序改做甲基层的诊所同款，希望安尼做会当来保护身体较烂的侪岁人。记者综合报道。
那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166个本土病例，因为菜市风险较悬，真侪所在即马是拢提出爱分流买菜措施，也毋过湘北地区也无。新北市是要求市场的自治会爱自主管控，也毋过邦桥的面向市场并无落实，所以昨昏互市府要求停业3天。并讲传统市场变做防疫的冷棚，将对地方政府用身份证号码上买地做分流控管。湘北无安尼先做，新北市政府是要求168市场自治会家己摕办法分流，若做无好就停业。邦桥面向市场因为就无做好控管，要求停业3天。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出稽查单，警告、提醒要改善。今天再去复查。仍然没有办法落实做好人流管控，所以就要求板桥民享市场从明天开始暂停营业3天。市府尊重市场自治会的管理方法，若无做好人流的控管就停业，要防止疫情扩大。催疫指挥中心公布的全台确诊数，新北市上侪166例本土个案，上侪前3名是邦桥、中和甲永和。5月31，排检阳性率是2.1%，比前一天小可上升。侯友宜讲，即马也搁伫咧疫情的高峰期。新北市还是在高峰的这个期间，并没有说在大幅度的往下降。台北市的高峰，你如果降了，我们可能还会慢2-3天的。若控制疫情，若做有风险，中央第2批配合新北市的3.9万吨有风险，2.6万吨和第一线医护人员做，1万吨和警消。剩下3000吨是予其他高风险接触的第一线人员，殡葬业者是毋是买地的，要来请中央裁定。侯友宜要求3.9万吨爱5天来做算。因为大家有外勤的工作，会忙着防疫，所以我们给大家的时间是以5天以内把它施打完毕。新北1043间专职病房，目前已经清空1012床。应该让开做1330顶病床，这是新北医疗院所上大量能，139间 ICU 专职病房，即马只敢剩3床，医疗量能正严。侯友宜保证讲会尽全力将病床开采，互民众有就医的保障。因若纾困方案，新北市统计有7.4万外户会当摕到中央的纾困补助，应该随时就当入口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避免菜市啊，将做防疫空棚，将在县市即马是要求民众用身份证号码的尾数来分散人丁。市场嘛爱改做高一个出入口爱做登记，爱刻名。高雄市政府即马嘛强调讲，若是无法度做好分流，就爱停业。警发局的人员伫菜市仔4街咧放送，提醒民众在保持社交距离以外，嘛爱分批去菜市仔买菜。为6月份开始，台中市宣导民众，若要去菜市仔买菜，都要按身份证号码上尾字是起也是双的，分批去买菜，而且一概买1礼拜份额。你爱买个大包小包？对啊，恁就讲做一摆买咧啊，才袂麻烦啊。对咱的生意来讲会加减影响，但是防疫较要紧，安全上要紧。民众大包小包买偌济算偌济，就是要减少去菜市仔的机会。伫市府的宣导之下，人无像英国安尼查。不过高雄市启动分批买菜头一天，不少民众是向无啥的关系。对，身份证要看哦。好，可以，谢谢。家里也没东西了，所以今天是没有东西可以只好出来。因为是淡季良绝，必须要出来。警方甲工作人员伫入口的所在做管制，地数排队是排到落长，嘛有民众唔知影实时分流买菜，今仔日还袂着伊买，只好是偏仔懵来个翻头。因若其他的出入口，干那简单用锁围起来尔，有的民众是照常弄来弄去，甚至有民众怨叹讲，有的人规家伙的身份证号码上尾字拢是刻的，或者是拢是双的，是要安怎？高雄市府表示，若无法度落实实联制，还佫有人流的管制，就要求爱停止营业。另外，大家真正要摸到的现金，还佫有银角啊，嘛有可能会正做防疫的空棚。中华园领导做假的业者，直接把钱摕去消毒。纸张只是变得比较更干燥，变得有皱痕而已。啊，结果效果很好。免喷完让它自然挥发，也不用特别再去擦去磨它，让它这样子的杀菌是很便利的。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有需求要这样烤的，我们建议就是要专用。虽然民众讲安尼消毒较安心，不过医师表示，高温虽然有消毒的效果，不过用高温消毒可能有危险性，建议会当用酒精，那是相对较安全而且有效率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要飞外岛的5个机场拢会设快筛站。有镜头的人袂使坐飞轮机，若过去14天有镜头的人爱先做快筛。也毋过金门、澎湖、甲马祖是要求讲，若是要入境，全部拢爱先经过体检，阴性的人才会使去。毋过行政院长苏清昌是表示讲，咱国内防疫标准爱相共，袂使一区一国，所以疫情指挥中心讲会去撤销这款的公告。政府会发函撤销他的公告。金门、澎湖、甲马祖分别公告，要求所有旅客6月开始必须要快筛阴性，才能进入到这3个离岛。再度起指挥官陈时中以违反着传染病防治法的理由来撤销公告。陈时中认为，即马要求14天无尽宗，还有5个机场快筛阴性，才能坐飞轮机到离岛的机制已经有够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担忧这里面的伪阴性、伪阳性。造成一种假性的安全感。那对于过往的一个，就是一个病史，那或者就是说，相关的症状，没有配合起来一起看，其实它还是有风险。这3个离岛县政府在电视面顶听到指挥官在记者会发出命令了，拢马上紧急开会。最后，因有一致的决定，就是要尊重中央。不过，原本的快筛要继续做落去。如果中央没办法保护澎湖，请不要阻挡澎湖自我保护，因此澎湖县政府依然会持续对所有入境澎湖的旅客采取全面的快筛。所以我们3个离岛都会按照既定的步骤来做，当然不会违背中央的法令，但是我们会循自我体系内可以加强强度、加强密度的方式，来劝使我们的旅客配合做筛检的动作。不过，因为立法院8日通过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的时阵有附带决议，入境离岛的人必须要全面来体检。国民党立法党团是质疑，但始终是违反着国会决议。对着地方的反弹声音，行政长苏贞昌嘛透过发言人发出声明，表示基于防疫的一致性，未来发生着混乱，各中有国的乱象，嘛来增加着旅客困扰。苏贞昌讲交通部民航局已经伫5月飞往离岛航班的机场来设体检站，来加强对着有症状的人来做体检。政府嘛为本岛的航空站来做好防护。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叶建雄台北新闻报道。再会关心天气，今仔日锋面离开台湾啦，水气嘛变少，咱来看云图。锋面走啊，今仔日伫西半部外岛甲一寡所在是会落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过到了后，各地拢有机会会落西北雨。伫温度的方面，因为水气较减少，各地温度会回升。西半部高温是33度至35度，伫东半部高温是30度至32度。那明仔载后日同款是热人的天气，各地高温烧热。过到了后有西北雨，其中伫东南部、台东可能会透小风，爱细致。那后一波黄霜雨的方面，伫拜六礼拜就会到位，后礼拜1甲拜2会上大雨。这波方面可能嘛是今年上尾一桩黄霜雨的方面，了后咱就会进入风台的季节。方面走啊，已经要过恢复高温烧热的天气啊。若前几天啊，黄霜雨的方面，落雨是落甲真明显，真侪所在拢有发布大雨特报，因为雨水高对解除考旱嘛有帮助。接落来就要靠后一段方面，雨水库继续欠寡水。梦境和地流方面，初一礼拜2也伫台湾天顶，不过结果已经减弱，未来2天会渐渐向北偏转。气象局下晡对台南市彰化以南、南投宜兰地区，也甲台中以北以及花莲山区有发布大水雨特报。目前在我们上空的梅雨锋面，在今天晚上会逐渐向北移动到北部海面。至于到明天晚上，预测图可以看到它更远离我们了。所以明天事实上在降雨的情况会比今天来的缓和。2天内苗栗县累积降雨完达到426毫米，是全台湾上济。南投完有385毫米，台中市累积完有376.5毫米，彰化完有超过250毫米的累积雨量。各地水库明显入水，石门水库增加2300万吨的水，跳水率回升到13.8%。明日水库跳水率回升到29.9%，供应大台南地区的乌山头水库跳水率回升到45.8%。初2礼拜3开始，梦境方面渐渐离开，各地天气会各转为高温烧热。所来初5礼拜6有另外一个方面报道，到时阵全台湾拢有机会落雨，这完是今年的梦境雨季最后一个方面。这一波呢，跟上一波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的这个
冷空气的势力会比较强，所以会把这个锋面呢直接推到巴士海峡附近。它预计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是影响台湾最多的。到了礼拜天的下半天到礼拜一，整个锋面呢就会到巴士海峡，然后预计呢会有停留几天的时间。6月中旬了后，台湾渐渐进入标准的热天天气形态。目前伫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的彩云风台，未来2天伊的路线会挖进菲律宾的陆地，所以强度会减弱。伫继续上摆过程会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估计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加强今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证实讲，江苏有一个41岁的查甫人为着 H10N3 禽流感病毒，这是全世界的头一例。联合国的专家是表示讲，要去分析看这病毒基因，去了解敢是染着无同款病毒株的新型冠状病毒。来关心中国时报，咱台湾预防社注射率排伫世界尾顶的，5月份国内本土疫情严重，民间就有人在会在讨论讲要招团去美国佚佗，减注预防社。根据通机场的统计，5月份飞去美国的旅客确实有增加，比3、4月份增加2成以上。也毋过出国的原因，敢真正是去做预防社，并无调查。来关心联合报。现初时大学咧转学考试拢是用笔试的，若是当年拢是第7月份考试，有一寡学校嘛拢已经报名报煞，也毋过即马受疫情的影响，有一寡大学即马改讲免笔试啊，改用书面审查，互一寡已经报名的考生烦恼会无公平。来关心。现初时除了要防疫，嘛爱防海客。这是传出大考中心4月份的时，互海客入侵。7月底原本要举办每年新型的学测要试考，结果有2000外的学生的报名资料即马外泄。目前大考中心已经交予司法去调查，嘛强调讲7月份的考试并无受影响，会照常。大考中心除了要防止疫情，也要防电脑骇客。所以就考生接到大考中心的通知，讲个人的报名资料外漏，教育部也证实这件代志。原来是7月底要办的111例新型学测试办考试，考生个人资料外漏。有不明的人士，透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进入整个报名系统。那有一些学生的资料是有被浏览。我们初估大概是我们查的结果是大概2000笔左右，那占当时资料库系统的报名资料的2.76%。这是大考中心第一遍互骇客入侵，专案已经送司法调查。大考中心已经实施紧急的应变措施，进行系统调整，强化自通安全防护，同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免再发生这种代志。那我们也依照个资法，在今天有通知相关的当事人。那另外也依照自动安全事件通报跟应变办法，有进行相关的通报跟损害的复原。大考中心强调，这边的代志甲7月初3到初5要办的指考是用无同的报名系统，所以指考未受影响，考生会当放心。教育部也讲，已经要求大考中心详细检视今年指考的报名系统，要确保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7亿例，死亡人数有35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32例，目前咱台湾加强8842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外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7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2800万例，伫巴西超过16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5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73万例。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伫昨昏宣布讲，中国科兴预防社列入紧急使用清单内底。这是中国研发的本土预防社第2期，获 WHO 认定摕到授权的预防社。
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这回建议适合做的人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做2档，中人2礼拜到4礼拜。不过因为参加临床试验的士大人无多，唔知影對60歲以上士大人的保護力。I'm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e Sinovac Coronavac vaccine has been given WHO emergency use listing after being found to be safe, effective, and quality assured following 2 doses of the inactivated vaccine. Furthermore, the easy storage requirements of Coronavac make it very suitable for low-resource settings. 这回紧急使用清单是为了要让全世界各国快速摕到核准加正确分配，尤其是迄寡家己无国际标准卫生机构的国家。同时，替疫苗全球出入机制 COVAX 开大门，伫全球提供公平自有防线的机会。台湾也要参加 COVAX。另外，这回世贸国际货币基金加世界银行4大组织，希望各国领导人为了控制疫情，要公平分配有风险。Calls for a new commitment with a $50 billion rapid investment to fund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中国科兴的疫苗名叫做克尔来福，不过外界拢叫其科兴疫苗。在此之前，中国国药已经伫咧5月初7摕到世卫批准紧急使用。科兴讲，因的疫苗是传统的灭活病毒，也就是将无活药的病毒注入去人体，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有效性伫咧50%到90%，效果差诚济，也受质疑。不过，《华尔街日报》30日报道讲，巴西东南部的小镇塞哈纳集体自中国的科兴有风险，死亡率降低95%。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株，伫全世界拢有变种，有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病毒、甲印度的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嘛宣布讲，未来无要用地号名来讲这变种病毒啊，要改用希腊字母照牌来号名。COVID-19 疫情初期，互叫做武汉肺炎引起歧视嫌疑。即马世界各地发现无共的病毒变异株，为了求方便，定以发现国做病名，赶快引起争议。世卫组织5月31日宣布，将以希腊字母来叫各变异株，避免特定国家互污名化。举例来讲，英国变异株 B.1.1.7 改叫 Alpha， 南非变异株 B.1.352 改叫贝塔，印度变异株 B.1.6172 改叫 Delta， 另外一支 B.1.6171 改叫卡帕。不过世卫强调，科学界有缘继续使用像 B.1.1.7 等代号，因为其中包括突变资讯。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pandemic is the lack of sharing of data, information, pathogens,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s. 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因为讨论顺利，5月31日提前结束。会中讨论决议，将伫11月搁召开特别会议，到时将制定大流行国际条约，讨论安怎提悬资讯透明共享。此外，疫苗是会议中的一大重点。社会支持非洲、南美洲甲南亚国家伫当地生产疫苗，来解决供应量不足的问题。The structural inequity in the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life-saving medicines, vaccines, and diagnostics impedes access to medicines. 虽然美国政治支持放弃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以加速疫苗分配，相关进展有限真有限。那南韩、英国等10个国家伫世贸组织协商时表达议论，对下面的范围甲下面的期限，各方也意见无同。离协商要有结果，恐惊还阁真遥远。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马来西亚，因为病例数变多，因的政府已经宣布讲，对昨昏6月初开始，要第2阶的全国封锁，要封2礼拜。除了银行、媒体、大卖场计共17项会使照常以外，其他的全部拢爱动店。民众若是要出门，敢若会使是出门买物件，也是去病院；若无，就全部拢爱踮伫厝内。吉隆坡这个检查站，警方甲车动来，要有出门出口证才当过。马来西亚自今仔日开始2礼拜全国封锁，除了银行、媒体、餐饮等17类必要部门，其他的经济活动拢总暂停。每一户家庭只敢若准2个人出门，伫咧10公里范围内才买民生物资。若是有医疗需求，会当3个人。
警方设800个检查站，民众若是无证明就袂瘾出门。另外，所有店暗时8点之前拢爱休困。马来西亚的大规模封锁，主要是因为最近连续几落天，每天新增加的确诊比例拢伫咧7000以上。到顶礼拜五，一天的新增加比例超过8000，拜六国再创新高到9020例。看办事唔对，手上木油灯，赶紧实施封城令。伫封城前一天，吉隆坡伫咧国际贸易展览馆设大型有风车注射中心，一天会当住8000人。大马这波疫情主要是因为在假嘅期间甲开斋节，真侪民众集会或者是返乡过节，无伫咧注意防疫所引起。佮加上变种病毒，互疫情拖了真紧。大马的人口3200万人，目前累积嘅确诊人数要到57万，有2800人死亡，其中超过40%是伫咧5家过身。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16架军机飞起南海的空袭，引起马来西亚不满，讲中国入侵因的领空，所以拍算要调件驻马来西亚的中国大使，要伊解释清楚。咧关心英国大规模注意封杀了后，疫情转好嘛，已经看到成果。那全面解除封锁啊，6月7日第10天嘛无出现死亡的病例，这是隔1年3个月才看到的成果，保持日并无死亡案例。来关心香港的民主团体支联会为着要纪念64天安门事件，要伫纪念馆举办展览，结果却互香港政府警告讲，因无经过申请已经违法。支联会认为背后是牵涉政治因素。来关心今年是中国64天安门事件32周年，咱台湾的民间团体甲人权团体嘛拍算要伫线顶举办活动来悼念。6月7日迄一天，嘛伫自由广场用 LED 电火拜祭。人权团体是强调讲，香港已经受中国的打压，咱台湾的声音袂使无，台湾的声音颠倒愈要紧。今年是64天安门事件32周年，台宽会顶顶的台湾民间团体按算透过线顶记者会，强调64毒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党未当闪避的责任。伫国际反中国战线之下，希望台湾社会通站出来，串联由泰国、香港等等反对集权统治的网络社群，鼓恁地联名。正因为中国境内还有像天安门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良心，所以我们在中国境外的各种的抗中运动，尤其是身处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台湾的我们，就更没有理由跟借口在6·4的前夕以及6·4的当天保持沉默。立委洪胜汉表示，中国迫害人权的事件直直扩张，香港嘛已经2档封禁止纪念64，台湾无理由来指点点。花莲民主书院嘛表示，接落来7时迄天嘛将会遵守防疫规范，举办相关的悼念活动。在乐守防疫规范的政策下，以最严格的防疫态度，举办线上为主的公民活动。并且提供亚洲唯一可到场悼念的自由广场微型悼念亭。郭立宪表示，7时迄天主办单位会伫自由广场摆出64的字样，希望参广场的摆楼来呼应。嘛，通互参与者来献花，遵守防疫规范，限制人数，保持社交距离，将64的精神伫台湾延续落去。记者陈雅文、赵水台北报道。再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天咱国内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62例，也有校正回归补填65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7646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1000个病例，包括新北市有3655例，伫台北市的本土病例有2810例，超过100例所在桃园有378例，伫中华有169例，台中有143例。伫家人是140例，另外昨天有新增加13例死亡。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数加上境外案例，计共8842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今日透早上新的数字。
镜头来桃园，来关心桃园昨昏新增加23个本土病例。目前桃园的病例计共300多例，内底有80多例是找无感染源的。为着要控制疫情，桃园市政府即马针对美容、做头毛的、做指甲的这业者，已经要求讲对6月初4到14这段时间，拢袂使做生意，但是违规互抓到会罚钱。社区持续消毒，桃园初新增加本土确诊23例，清洁中队规定烧话无新增加，鼓山工厂烧话案例嘛无新增加。不过，还有88个当地等待采检的报告。市政府表示，这3礼拜桃园新增加325例本土案例，也有82例不明感染源。我们所有的8层我们围住了，我们把它网住，但是很显然的，仍然有2层的病毒在我们的社区中间。因为疫情也搁伫拖，桃园上大生对美容、美发、美甲、美睫的业者决定6月初4至6月14强制停业，违反规定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至15000。市长郑文灿是讲，目前连锁、非连锁业者大部分拢是停业，经过协商了后，针对少部分的业者，互因3天的款到期了后才来罚。在外县市有出现了这个美容美发的业者确诊。那因为近距离接触，那时间也比较长。如果这一波能够过去也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害怕就是我们看不到未来，或者甚至到7月、8月、9月，我们都没办法恢复。疫苗注射部分，市政府表示，第一线的当然优先制，针对特定工作者，不是殡葬所全部人员纳入优先。市长郑文灿表示，这几天已经有真侪件新冠肺炎确诊死亡的爱进行火化，所以火化的人员风险有较悬。执行这个新冠肺炎遗体火化的工作的人员，因为他有近距离接触感染的风险，所以我们会优先纳为施打对象。市长郑文灿讲到，目前疫苗较无够，环保局200位左右这批消毒工作人员会等后一轮才会纳入注射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那家人昨昏是新增加8个病例，其中有3个拢是伫台北食头路，阁有一个确定病例，伊是大楼的管理员，伊伫发病期间连续上班17天。家人市政府即马是真烦恼，讲病毒会继续传出去，为互更较侪人。那宜兰的部分有增加5个人去会着，即马伫 AG 公费预防社的部分，嘛按算讲要先开放互清洁人员代行注射。家人初一公布确诊者的卡日，按8220，一个70岁男性，是家人市一栋合法大楼管理员。5月14出现病症，一直到29才确诊。伫破病的11至27，连续刷已经上班17天。家人市政府烦恼接触的人真多。事实上，8220他的上班时间他是大夜班，他均依规定来做消毒，以及全程都有佩戴口罩。所以我们在初步疫调的时候，我们暂时匡列了他的前后交班的同仁。后续疫调时，我们才会依风险的高低来决定匡列的对象。嘉南市初一新增加8例确诊，其中3例平常时拢伫台北工作。按8556是台北外航客运车司机，按8786男性是台北艺术中心工地的工程师，按8789女性是代替南港车站纪念品员工。嘉南市第2批新冠疫苗1700剂已经到货，目前限定第1类人员来做。市长林佑昌是希望会当互家人比较相仿，开放互2、3类的人员来做预防社。这一次因为中央定的非常的死啊，所以他给我们是1700剂，1700剂，就是第1类还没有打完的，在这一波来打。不过我们觉得说，这样子对基隆来讲是不够的。宜兰县初一公布新增加3例确诊，到前回归2例，主要是原本科列的居家隔离对象，也是去由台北亲友感染到的，无到宜兰的卡日。今天这几个个案，有2案一直在台北生活，因为户籍在宜兰，所以根本在宜兰没有足迹。另外2案是母亲带回来的。宜兰县1700剂疫苗已经到啊，除了经销医护人员以外，宜兰县也开放清洁队员做优先组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中部疫情，台中昨昏新增加10个病例，啊那伫彰化昨昏是新增加12例，啊那伫苗栗昨昏有新增加2例，其中一例是苗栗竹南一间电子公司上班的菲律宾外劳，伊本身一冬外拢毋捌出国过啊，目前伊的感染源当地调查。工作人员伫台中北屯2间便利商店做大消毒。台中市初一公布新增加10个确诊的病例，其中5例甲北屯的家庭群组感染有关系。内底2个人是因厝边，而且这2个人是爸仔囝嘛拢确诊。也若这个后生伫发病进前，有伫2间便利商店上班。因为我们也高度怀疑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北部的有人来传染给他的。我们有列出他的时间跟地点，也请在当时在这2个 7有出入的这些顾客呢，也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情况。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个案无愈有序，不过有伫台北食头路的朋友来拜访。目前这个传播链已经累计有17个人确诊，加上外县市甲还无暗号的，就有20个人。目前市府当伫变势阻挡这个传播链断开。现在彰化是新增加12例，其中8个伫居家隔离的期间发病，不过感染源不明的2例内底，其中1个伫发病进前，还佫参加过演证的直销组会。这个是一个民房里面。好，那大概是有30个到40个人参加，大部分都是老人，这个民房里面，然后在办这个活动，其实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停留时间也蛮长的。官府呼吁有去参加的民众，都要赶紧去做体检，也若引起群组感染的园林秀惠养生馆，卫生局是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该罚30万。另外，行踪遍布半个台湾的65岁确诊的老阿伯，屏东县卫生局无接到通知，官府嘛出面公开回释的，也若苗栗嘛新增加2个个案。苗栗县卫生局表示，这2个个案是竹南一间电子厂的菲律宾籍移工，目前感染源也不明。除了加强疫调，嘛要求电子厂甲宿舍的员工前线做隔离，而且要赶紧做快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东部，花莲甲台东昨昏是新增加3个人去会着，其中花莲有2例是家庭内的群组感染。目前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咱要飞去外岛的5个机场拢会设快筛站，毋过伫台东机场并无设，这是引起绿岛甲红头树居民的不满。花莲初一拢总有3个案例，其中2个是属于进前公布的家庭规定小为后续感染的患者，敢若一件是按8863，是去台北工作，转来花莲才确诊。疫情较严重，花莲民众烦恼疫苗到底有够无？花东的确诊人数增加，不过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国内飞金门、马祖、澎湖、离岛的机场爱设快筛站，竟然无排飞离岛、兰屿的台东机场，让当地居民真不满。所要订定的办法要全国适用啊，同岛一命，同岛一命。绿岛跟兰屿就没有办法跟你们同岛一命。指挥中心回应，目前需要检测的航线拢是跨县市才会统一规定，不过离岛、兰屿拢是属于台东县，因此县政府认为有必要也当比较设快筛站。希望中央部分还是要针对我们台东部分来做相关的快筛的这样设施。那会后呢，我们也会正式公文，再函请中央这个指挥中心这边务必要在台东这边来设。县政府表示，目前敢来当考劝民众家己去卫生所自费250块来快筛，部分离岛、兰屿的居民也是烦恼，伫欠缺中央经济约束，也甲防疫资源的支援，也是有可能出现防疫的漏棚。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三级警戒，政府是呼吁民众若无必要毋好出门。真侪人就透过网络来买物件，或者物流业者送货员这2礼拜是无严格，甚至有业者已经宣布讲，对昨开始要暂停3天，无要收湘北、桃园甲新竹县市冷冻爱冰的货。仓库货架拢是要送的包裹，尤其是冷藏冷冻区，因为货量伤大，已经搬到冰箱外口，即会当先用保冷袋也是干冰等应急的方式，暂时替包裹维持加温。货运程度产业工会伫并且也出目前2大栽培物流公司，强调加温商品配送，因为其实货量常常是满到上温区，逐工加班也是送不完。超过10点，有的车都还在外面跑，也比比皆是了。前线的员工已经到他们的精神跟体力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了。针对货运连续2礼拜爆量，有物流业者发出公告，即日起连续3天暂停受理湘北、桃园、参新竹县市的冷藏加温栽培。受疫情影响，客运业确实2年前，业者伫申请减班了后，运量也是无较好。以国道客运为例，平均运量也是1成左右。当到大抓会当讲空车咧走，即会当互司机先休假。当正常的话，休4天的人可以领到5万块，5万块一定有啊。
休8天的，就可能只有4万出头嘛。如果现在开1天休2天的话，就是差不多要砍半了。客运工会讲，往年5日这时，客运旅运的大火，司机员也有奖金，今年确实连活落去拢有困难。希望政府会当量早将客运司机纳入纾困对象。另外，因为客运司机拢伫第一线服务人客，相关工会已经向文化卫福部希望工会要不要注销对象，也会当纳入客运司机。记者综合报道。上好病院发生有护理师和确定病例拄着伤的案例，若台大病院嘛发生有确诊者想要冲出病房，甲医护人员 QQ66。伊家表示，即马医护人员压力已经真大，病人有压力嘛会当理解，所以呼吁病人的家属会当透过视讯也是电话来关心病人。疫情严重，病院内面确诊者增加。伫协和病发生护理师和确诊者抬着伤的代志，台大病也发生隔离确诊者几多遍想要冲出病房，有医护人员的防护衫的情形，和大家讨论医护甲确诊者深深的压力。他对不确定的环境、不确定的病程，或者是不确定的 COVID-19 的流行的状况，他会产生很多莫名的焦虑、莫名的忧郁、莫名的无助。特别是没有外界的资源的时候，他的沮丧的情绪就跟着来。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问题，帮他解决，才能够达到互相的谅解，而不会造成真正的互相的伤害。伫隔离病房确诊者可能的冲动行为，包括想要离开病房，甲医护人员扭扭捏捏，喷水弹污染环境，骂医护人员破坏器材，无愿意配合医疗。因为类型甲急诊室暴力案件处理上是更加复杂，长期的压力，互医界担心可能真侪人会想要死头路。心理当然也会在影响生理的部分，会互相影响，也有直接影响生理的，比如说长时间的穿戴这些防护装备，有造成很多的不健康的发生，当然也有可能造成新的一波离职潮。根据医疗法，确诊病人妨碍医疗的暴力行为，相当会当罚5万。损毁医疗设备造成危害他人的性命，会当判3年以下；对医护人员施加暴力，会当处3年以下。若是造成医护死亡，相当会当判无期徒刑。上好病的事件也影响到真侪医护人员的心理安全感。除了互医护人员支持，也了解病人的状况，这让避免佫发生不幸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有愈来愈侪少年人看到老大人的需求，投入相关的产业，嘛用创新的方式来服务老人。下午10点，青春咱的网节目，咱来看少年家安怎做。根据国发会的资料统计，台湾伫2018年进入高龄社会，面对老人人口增加、红孩仔出世的人口减少，台湾社会敢量早准备好势啊！对咱的镜头来台中，有2个少年查某囡仔，以创新设计服务社群。因伫咧和平区达关部落，看到当地高龄化的人口结果，和部落有社会负担，因转开始伫咧社区做服务，希望带动在地老化的计划。我比鸡排还贵。我有产值。无同款时代的人，拢有因可能较适合的生活方式。伫咧和平，就是阮真正家己落来做伙做，透过阮的双手来到这个社区，了解这个社区的文化、生活、是大人去甲因合作伙。一开始拢是一寡就单纯的想法，慢慢就发现讲，这件代志原来对家庭关系嘛有斗相共，对环境保护嘛有斗相共，对啥拢有好处。既然好处遐济，咱就家愈做愈大。伫咧部落实践在地老化的梦想，虽然还有一段路要行，毋过伫咧台中山麓，也有其他的民间团体学国外成功的案例，开创亲像亲人住伫咧共间厝内的居住方式。希望大家拢通了解二地居住的意义，会当找到一个所在，好好啊养老。希望讲因真正会使找到一个所在，是因真正退休了，还是因对于人生的后半场，会使做因家己的所在。不管是伫咧家己的徛家在地老化，或者是刷到新的环境，开创异地居住的生活，只要选择一个适合家己的生活方式，拢会当互咱年老的生活趣味、有尊严，佮有愿望。记者综合报道。
南美洲的阿根廷因为疫情搁夹起来，无法度主办美洲杯的卡球赛，爱让人办。啊，那秘鲁的官方是因为校正胃病死亡的数字，所以互当地一时就出现真惊人的死亡人数。阿根廷卡球国家队长梅西带着球员展开例行训练，替将要到的美洲杯做准备。不过因为阿根廷确诊病例数增加，南美卡球总会决定要取消阿根廷的主办权。Con tantos casos no podíamos nosotros llevar adelante una organización de un campeonato de estas características. 原底要共同举办锦标赛哥伦比亚，是因为国内反政府示威陷入动乱，和南美卡总取消资格。即马已经确定由巴西接手举办。不过当地民众认为时机无啥妥当。Não deveria ser feito em lugar algum, né? Mediante a circunstância mundial aí de saúde, questão de coerência, né? A vida é mais importante do que um jogo, do que futebol, entendeu? 疫情继续冲击南美洲，伫秘鲁官方重新校正统计标准了后，上周累计死亡病例数一群翻倍，增加到18万。这也使得秘鲁人平均死亡数变成全球第一，平均每300人就有500人着病死亡。国内只有1%的人自愿第一档疫苗的委内瑞拉政府最近宣布，7月将为 COVAX 出地500万档疫苗，未来将陆续收到1100万档，会当予全国总人口的20%注疫苗。当局即马已经积极建立疫苗注射站，予高风险族群甲医护人员。首先来自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英国解除封锁学生囡仔登去学校上课，学校毋但咧赶进度，另外一方面嘛要加强设备，防止未来要互线顶教学的需求会当较长。为旧年到即马经过3遍全国大封锁了后，小学生真欢喜，会当转来到学校，甲同学做伙上课。这囡仔平均已经减上115天啊！学校方面无放弃，立刻加强阅读写作的课程，还佫替6年级的学生囡仔另外提供数学的补课。Have some children fallen behind? Absolutely. I would be naive to think that that didn't happen. Is it up to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give them the scaffold to build back up again? Absolutely. 圣家天主小学伫伦敦较散车的所在，2/3的囡仔是为非洲、加勒比海、南亚，也是南美洲的移民家庭。英国是第2语言，白人学生敢若占学生总数的12%。学校方面无钱无资源，全学校100外囡仔，敢若8台笔记型电脑。疫情来时阵特别困难，学生囡仔伫厝的都爱甲父母兄弟姊妹抢用电脑上课，影响学习。学校方面找慈善团体、联络企业捐电脑，也甲旧办公家具相关的设备。这个学生囡仔一人领到1台笔记型电脑，面上拢非常的欢喜。Very important because now children in school can use them for work, and if there's another lockdown, maybe they can take them home if they don't have some at home. We'll have a laptop, but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of us, so it helped because instead of having to share it, he had his own, so he can catch up with work and do his work. 电脑资源较差只是问题之一。学校方面得到政府追加预算，用来帮助需要身心辅导的囡仔。有一寡学生囡仔因为疫情失去亲人，有的父母失业，连厝强要无啊。有一寡人踮厝伤久，无共缘的朋友会当交流鼓励。经过着这个心理压力，这个学校拢真重视，要甲学业做伙照顾弥补起来。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现在，新加坡一架货轮伫斯里兰卡外海爆炸，船顶的化学物品也有在的塑胶粒仔拢流入去大海，影响海洋生态。消防船对着也咧清烟的货轮一直转水，尽力降温。斯里兰卡西部的内贡博海部外海5月下旬发生火烧船事故。一架新加坡籍的货轮进驻号载满数百吨化学药物甲大量的GEC颗粒，突然伫离海岸10公里远的所在爆炸到火。මෙහි ගින්නේ තත්ත්වය කලින්ට වඩා වැඩි බව තමයි පැවසෙන්නේ. විශේෂයෙන්ම මුල් කාලයේ ගින්න තිබුණේ නෞකාවේ ඉදිරිපස ප්‍රදේශයේ. නමුත් මේ වෙනකොට සමස්ත නෞකාව පුරාම ඉතාමත් විශාල වශයෙන් ගිනි දැවුළු පැතිරීමෙන් 货轮爆炸了后，斯里兰卡当局紧急派出消防船，附近的印度海警也有消防飞机协助拍火。大火由于是烧几啊天，才得到控制。船顶25名船员伫事发了后，全部获救紧急撤离。只是船顶载运的化学物品甲制造塑胶袋主要原料GEC颗粒，随着大火烧了，也是流入海中，造成当地史上上严重的海洋塑胶污染。当局烦恼，一寡塑胶粒仔甲货柜碎片可能遭到有害化学物质污染，目前也发出警告，爱居民唔通去吸到相关物品，交互士兵清理。
目前即寡塑胶粒仔，若是破坏延缓效果，还佫陆续出现，互海洋动物食落去，出现鱼类海鸟甲海龟死亡的事件。当局目前已经禁止渔民出海掠鱼，受影响的渔民达到7000多人。经过调查，即只货轮技术为10号开始，就出现硝酸货柜外泄的状况，敢是有人为疏失，甲相关环境生态损失，斯里兰卡政府表示，拢会向新加坡的船公司要求赔偿。公司新闻是陈启东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1度；外岛是22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